赖子，节哀顺变吧。你娘现在走啊，那是解脱了，享福去了。你看这世道，日子多难熬，没准真抵不上阎王殿呐。赖子，我本不应该在你娘过世的时候向你打听祥贵的事儿，可是可小老爷，眼下家家都在倒腾吃食，2只眼睛12个时辰紧盯着，还凑不齐肚子里1天2顿的汤呢。谁能记精准啥时候见过祥贵啊？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事情一码归一码。那天魏将军的话，你们可都听见了。祥贵的事情必须查清个子丑寅卯，否则，不光我舅舅这边没法交代，咱全太平镇的人都要给说上一句。有村民在自己的村子里死得这么不明不白，大家都不给讨个说法。李秀梅，你说的这叫啥话呀？查案子的事儿，哪是我们想给说法就有说法的？真记不清着了。这年头啊，除了吃食，谁能留心那些物事？要不你们也在镇上晃得那么多日子了，咋连一星半点消息都没打探出来呀？是啊，这祥贵啊，没准上山是找吃食，一不小心在山上摔下来，那命就没了。可小老爷，我跟赖子呀，还得去祭扫我婆婆，就不陪您多聊了哈。孙镇长，来。朱县长，你就是这样办案的？朱县长，您再给我些时日，我保证把这件事情查得水落石出。不是我不给你时日，是魏将军不给你我时日。来。你知道现在该查出来啥吗？杀祥贵的凶手。查那还有啥用？咱们要查的是一个潜伏在太平镇多时的共党，在祥贵要杀他的时候，他把个祥贵杀人灭口了。只有这样，上面才会满意，你我才能落下好处，懂吗？懂了。得嘞，这事儿啊，交给我办吧。哎，这一大早就开始赶路，真够累人的。哎，那葡萄咋没来呢？他说了，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，不差这一口白头烙饼。我说，葡萄可真忙，眼下家家户户都饿得瘦得皮包骨似的，就他家的3头猪还是天天上吊。你说他自个儿收拾的吧，水豆腐一样嫩，粉皮儿一样光，也不知是咋给整的。黄葡萄啥不能啊？蝗虫他知道配啊，那桃李树开过的花苞子他知道煮，腥臭的河鱼他会烧。你说咋能饿着他啊？咋能饿着他？说的我都羡慕起他家猪圈里的那些猪了。哎，那你可得记准他家后门啊，下辈子托生可好有个奔头啊！有人吗？没人，没人，上。第一筐白土可比一筐面沉多了，沉了怕啥？吃的耐饥。对，快走！
我得歇口气儿再走。行，那你先歇着，一会儿紧了跟上啊。哎。顾嫂子，顾官嫂子，顾官嫂子，你瞧这芙蓉没？啊，还在后面歇着呢。哎，不行了，让我歇会儿，走不动了。芙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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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芙蓉。天杀的，是的。姐儿，这是啥白土啊？能吃啊？这琥珀教的法子，说是叫观音土，吃着不赖，还抗饿嘞。这也不知道熟没熟啊。哎呀，这做啥呢？这么香啊！爹，这也不知道熟不熟。哎呀，白土啊，香了就熟了。民国21年闹虫灾的时候，我吃过这东西。咋不黄呢？它又不是面，黄啥？爹，锅烩菜就剩一把了，这个草刚长出来就让乡亲们都吃光了。这东西这么白，这敢吃啊？敢吃。行了。咋的了？它还咬人呢！哎呀，手叫它烧了，这咋比它还烫？快！我看，哎呀，都起泡了。这东西这么烫，这吃到肚子里不把人烫个好歹出来啊？哎呀，我都饿晕了。琥珀说了，这东西啊吸热，可不敢用手抓着吃。真好吃，我还想吃第二块。不中了，看你明天饿出饿不出再吃啊。这玩意儿不赖，吃啊吃。我们最终约在这里会合。我和孙市长的部署基本上就是这样。丁书记，您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很好，到时候我会多给你一个团的兵力，确保官兵起义家属的安全撤离。是。丁书记，您就别这么使唤我们团长了。昨后半夜我和他在执行任务回来，到现在连觉都还没睡过，就被您拖起来汇报工作。现在都已经是晌午了，早饭都还没吃呢，这哪成啊？哎呀，连小朴同志都对我有意见了啊！行啊，你就吃饭吧，我先走了。丁书记，一起吧。过了，你还是赶紧吃吧，还有大陆的事儿等着你去做呢。那我送你。好。不用送了，啊。我好不容易才弄那么一小碗面给你，你一个人都不够吃的，我还没得吃呢，哪还有面来招待别人呀？
风山浩二，这名儿也太像日本人了吧？小陈，这报纸哪来的？哦，刚我去给你这个伙房煮面，伙房大叔说这份报纸放那好几天了，也没人翻，我顺手就给你拿过来了，随便看一看。团长，怎么了？没有记者的名字，连报纸所属部队的番号都没有。团长，你要找这个记者？不，我要找这个浩儿，他关系着跟我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。哎，团长，你就歇着吧，下午还有个战略部署会议呢。你还真以为自己是铁打的？就算是铁打的，也不能不休息了。我去帮你找这个人吧。所幸啊，年景好的时候，攒下了这些伪面。眼下天地老旱了，芦苇都长不出来了。啥时候啊，一下山雨就没了，山上那么漂亮的瀑布都叫太小了，家家都烧白土吃呢，天儿都烧焦黄了。葡萄，葡萄。哎，只管在上面坐着啊。葡萄啊，魏坡的张木匠找过我好几回了，说他就看中你会过日子，说啊，你还有什么不称心的，只管提出来，他保证让你满意。张木匠的爹娘啊，前几年就过世了，你一嫁过去呀，你就当家做主。张木匠这个人呢，又老实又本分，只会干活儿，只会赚钱。他说了，啥事都听你的。葡萄，葡萄，大娘啊，给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这个年头啊，做啥最赚钱啦？啊，木匠啊，这家家户户缺吃的少穿的人就别多，这人死了得用棺材吧？啊，哎呀，所以呀，这个木材生意呀就红火了。再说了，这个张木匠，那是自家木材自家匠，你要是嫁过去啊，他是数钱都数不过来了，那你说是不是啊？啊？葡萄啊，葡萄啊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该给自己盘算盘算了啊！盘算什么呀？嫁个棺材匠，好天天坐在棺材里数钱呢。哟，少爷少爷刚回来了，你看我。您是葡萄娘家人，这事儿，那不就得跟您商量吗？商量什么呢？哎呀，葡萄，你总算出来了。哎，刚才我也不知道说错了啥，惹得少勇少爷爷生气了。张木匠的事儿，你得心思心思啊，人家可是12分的为你上心，非你不娶呀。是吗？可我是打定了主意要在太平镇养老。哎，你那个张木匠能来咱镇上住不？啊！哎呀，葡萄啊，这个张木匠的生意主要是在魏坡，他搬到咱们这镇上来，哎呦，那不是重新开始营生啊？哎，他要是不愿意做太平镇的女婿，这事儿可不就黄了吗？啊？葡萄，不行啊，这忒不合规矩了。凤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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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真回来了！你快救救我爹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啊，这咋了？赖子，这是咋弄的？白土烙饼撑的，忒硬，不敢碰，一碰就碰出骨点子。哎呀，哎呀！赖子爹，你几天没上茅房了？我前几天爹拉不出来，我说要给他掏，他不让。这几天掏出来以后，这肚子还像一面鼓。我们俩瞅着不中，想推着上县城医院看看，把路上碰见五河了，说你们回来了，我们就给送来了。哎呀，叫你们不要送，没事儿啊。哎呀，
叫我好好放俩屁就行了。这玩意儿啊，哎呀，吃着不赖，要是再搁点油就更好了。这不成，得用肥皂水给它灌肠。跟我走。好。葡萄，张木家的事儿，葡萄，这张木家那个事儿啊，张木这个事儿啊，别问了啊，你上点心嘛。葡萄，回去帮我调些肥皂水。啊。哎，要浓的。哎。哎呀！哎呦！肥皂水。赖子爹，我送你一程，您一路走好。你不是要帮赖子料理爹的后事吗？咋又跑家来了？我让小片去帮忙了。我这次专门赶回来，就是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我在战区的报纸上看见了浩二了，他竟然去参加了抗战。可惜那份报纸上
只说了他当年抗日的事情，没有说他部队现在所在的番号。我一时间想不起怎么能够找到他。就是爹当年救的那个浩二日本人。我不敢确定，都怪我当年不懂事，把浩二的照片用成了作证爹罪过的贴纸。葡萄，我来就是想问问你，当年浩二可曾留下什么别的东西，好让你们日后能认得他？可真没有哎。哥，是不是找着那照片，咱就能找着浩二，给爹翻案了？起码也是个希望。行了，别愁眉苦脸的，不行再想别的法子。你这是要走了？你如果多留我，我就再多待几天。不要脸！你不是有你的大事要筹谋吗？我们的部署全都已经完了，关键就是银虎那边什么时候起义，我们这边随时接应。你就多留我几天呗，万一我这一仗壮烈了，你就再也见不着我。呸！葡萄，既然你决定守在这儿，我也决定了，我要活着回来，陪你一起守。朱县长咋那么讲理？逮人就抓呀！这凭啥说是吴可杀了祥贵？我们已经查明，杀害祥贵的凶手就是潜伏在太平镇已久的共党，而武和已经离开好久，却突然之间回来不久就和祥贵结下了仇，种种迹象表明，就是武和杀了祥贵。不对，那天就在这儿，我武和，我们家老爷子还有少爷在这儿遇见的祥贵。哎，少爷，葡萄，快求你们给武和做个证。朱县长他硬要把杀人凶手的屎盆子往武和头上靠。我是有人证的，兄弟出来。那天这个兄弟和祥贵在一块儿，他看见武和和祥贵打了起来，还是孙少勇的书童被劝住了。是，那日疯婆子可老凶了，还骂祥贵是老狗。放屁！你咋不说是他先骂的我？他还要打我呢。朱县长，这个事情我之前就和孙镇长交代过，武和和祥贵的过节，纯粹就是场误会，我当时就给调节开了。那天在场的乡亲们都可以作证。要说武和为这个事儿杀人，那说不过去。少勇少爷说得对，当初我也在场。对，我也在场，哪里都在场啊。你的意思是，这太平镇潜入的共党另有其人？这我就不明白了，您祥贵好端端的跑到这儿来做什么？这是老爷让我们跟着王葡萄的。那天头一日，我正瞧见王葡萄上山，回来就告诉祥贵，祥贵就带我过来，想查看有啥动静。孙镇长，你好兴致，感情你怕你未来的儿媳妇背着银虎偷汉子不成？让朱副县长见笑了，见笑了。行了，不想听这些劳神子的家务事儿。这事儿呢，已经拖得够久了。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10日之内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，放了15盒。放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回去！少爷，我回去！
活阎王真不是个好东西啊！现在挨家挨户断水断粮的他不管，他整天想着抓这个逮那个。他哪会管咱们的死活呀？只顾忙活他自个儿生活发财呗。我可盼着北边能打赢了这场仗，到那时候把驻北那货赶出咱太平镇守。就是，可不是。祥贵平日里就是一个恶霸，没少干缺德事，杀了他可是替咱们出了口恶气。对啊，就是干。可奇怪了，你们就没觉得这克贤老爷就不太想顺着朱梅的意追究这事儿？哎呀，这回你咋活过来了？刚才这吓得屁都不敢放。瞎溜达啥你在这？你说这可让咱们咋活呀？这好不容易找一个能吃的东西吧，让人给憋死了。现在眼看就入秋了，啥都枯了，到时候啊，咱连野菜汤都喝不上了，可怎么办呢？咋办呀？对呀，怎么办呢？问题的根结在天旱，大家种什么都没收成。要是天还不下雨的话，我们就只好到更远的地方去找水源，引过来浇地。我已经找过好几处了，附近的村镇都旱着了，就靠那渗出来一眼泉水过日子，大伙老难挨了。是啊，少勇少爷，这远水解不了近渴。哎，你说咱去拜拜黑龙行不行啊？哎，对呀，我们去拜黑龙啊！真的没吃。拜黑龙，那是迷信，不管用。人拜人的，你管得着呢？你饮你的水呗。没有水啊，这日子怎么样？爹，那浩二竟当了解放军了，你说神不神？那要是找着了他，咱就能翻案了吧？朱梅那货啊，紧着要查祥贵是咋死的。查呗，自个儿摔死的。这家伙可不好对付。不怕，我有招治的。那黑龙的贡品都备好了。咱呀，也就剩下熟馅儿和菜团子了。哎，我都舍不得吃呢，就给黑龙爷供了野菜汤吧。也该叫他尝尝野菜汤是啥滋味了，看他苦不苦。哎呀，这黑龙庙啊，老些日子没人来了。你看这庙墙的飞檐都破了，蒿草长得比人肩都高。哎呀，这天上万里无云，太阳还挺烫人。这求黑龙有啥用啊？揍他一顿就老实了。赖子，狐狸这个啥呀，可不能打呀。那什么，你们几个人进去把黑龙爷给搬住了，晒着他，让他也尝尝这个旱的是啥滋味。来，哎呦，好事！下雨吧，黑龙爷，求求你下雨吧。黑龙爷，求求你快下雨吧。瞧黑龙爷啊，青嘴红舌，半人半兽的，下雨吧。是在洞里巢得太久了吧？一出来见着太阳，咽开口了。哎，瞧，这像得了麻风病似的，都卷了边了。擎不住了吧？擎不住就下雨啊！你舒服，咱们都舒服了吧？对不对？再旱，你这龙宫里都没水了，你不管咱，也不管你的虾兵蟹将啊！黑龙爷，我问你，你究竟要旱多久啊？如果你再旱我们可就要旱你了。就旱你这么一会儿功夫，你身上就掉了3层皮。如果你再旱我就把你搁在这儿，一直晒着，非得把你给晒成灰不可。这蓝眼珠都掉皮儿了，就剩2泥蛋了。这爪子真跟长了鳞片似的，踢得全卷了边了，都翻起来了，咋那难看啊？这可不能打！6块好的说中不？
咋能这样对待龙王爷呢？啊！别打了！哎！完了，这回咱可把黑龙爷得罪下了。王葡萄，都是你给闹的。要不是你说了一句黑龙爷得了麻风病，大家也不会一句接着一句，更不会打起来。你高兴了吧？这叫啥话？你咋不说你表舅把他抬出来晒晒，才得了这病啊？啊！要不你给他灌点汤药，把他这病给治好了，他就不惯咱了。怕个啥呀？再不下雨，早晚都是个死。到时候，甭管他阎王爷、小鬼儿还是玉皇大帝，我挨个的揍。走，走，走，干啥？就这么着，把黑龙给打了。秀梅还说，是我挑的大家伙儿，把黑龙爷给打虐打了。秀梅心里那道坎儿，过去很难嘞。哎，我知道，我也不怪他。他心里苦啊，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啥声音呢？下雨了，爹，下雨，你耳朵咋这么灵啊？陆县长，你这要整啥呀？孙镇长，我也不想劳师动众。这眼看着10天期限将近，你好像不着急找着杀害祥贵的共党。哪里，我这一直不是帮着你在找吗？没法子，我只能把全镇的乡亲们都请来，咱快快的把这事儿给了了。我跟上面还有个交代，不是？是。事情很简单，只要你告诉我，杀害祥贵的共党到底是谁，让我把人给带走就行。朱县长，就这些人都是我相识已久的乡亲，哪里有什么共党啊？镇长啥意思？我的意思是说呀，那狡猾的共党。你说他能够藏在什么地方啊？山上，一定藏在山上。你还记得祥贵死的那个地方吗？离那儿不远有一个陡峭的山崖，共党一定藏在那儿。结果被祥贵发现了，他们为了杀人灭口。真的？好，我就再信你，我亲自上山搜查。来呀，把太平镇的人全部给我押着上山搜查。哎呀，吴县长，你这又要整啥呀？这多些人，我想会快些找到共党不是？押走。坐车。快点。哎，你回队伍里去。为啥？咱们只带蓝丁上山，别人走路忒慢，咱可等不及。胡说，我保证走得比你们快，中不？跟着上。赶紧进来。我看着。高兴。走。咱3人在一起也好，最不济，逃起来也方便。
在家，那就好。孙镇长，这都已经爬到悬崖顶了，你说杀一祥贵儿，潜伏在山林的共党在哪儿啊？兴许这共党啊，闻到风声跑了。你耍我呢？不敢，不敢。朱副县长，要不咱们再找找啊？这都到黄昏了，我可没时间陪你耗。你要么找一个人我带走，要么你孙镇长一个人给我留下。你就别难为这些小辈儿了，你要找的人呐是老婆子我。祖奶奶，到底是人是鬼？老太婆，我3分是人，7分是鬼，要不然的话，咋能把这个孬孙吓得给跳了崖了呢？难怪他死的时候脸色发青，原来是被你吓死的。既然你承认杀了祥贵，那你就跟着我下山呗。葡萄啊，你知道我跟我后来的男人为啥在一起吗？按理说呀，俺俩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能在一起的人。平心而论呢，俺俩是这个世界上最亲密无间的人呐。所以，这身外所有的事情啊都不难，难的是心与心的距离。一个想着你、盼着你、念着你、想和你在一起的人，才能和你走到长久啊！傻闺女，人呐，命长命短不重要。有的人长命100岁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活过，而你呢，小小的年纪却活得这么好，活出了2般滋味来。你可不能辜负了老天爷赐给你的这副灵性啊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！你们这是干嘛？给我拿下！祖奶奶，少勇，快把他拦住！我的含羞草啊，就拜托你们了。你让我把这老太婆留在山上，我已经替你办到了。你还我啥好说？我叫你来这儿看看风景，多好看呢！把心放宽了，别一天想着害人。缺德的事儿干多了，也不怕遭报应。我这救你一命的大恩大德呢，你还想要啥好处？葡萄，我对任何一个女人没有像你这样掏心掏肺过。你咋老伤我的心嘞？你明知道这凶手是魏将军特别嘱咐要查的，跳崖也是他要跳的，我也没让他跳。你一句话，我就把他留下了。到了，你就这么报答我？真没见过你这样的人，杀了人还想着要报答呢。甭跟我说那些有的没的，我的心让你吊了那么多年了，我只管现在，你得依着我。你别逼我，
说。我给你做个买卖。啥买卖？当年我爹出事儿的时候，头脑给你一张照片，我觉得那张照片